后院的养殖区，一场并无章法的选秀即将开始。小型山羊肉质细嫩，是烤全羊的最佳选择。最终，评委艾丽选择了颜色过于出挑的一只。面粉、盐、那个孜然、鸡蛋。艾丽家的配方属于极简风格，无需专门技艺。上壶之后，再撒把芝麻，不放辣椒也许是唯一的记忆点。但从进入馕坑开始，情况变得复杂起来。先盖上铁盖，再蒙上3层湿布，最后用土层层压实。这个麻烦的过程好像未曾经历过任何改进。接下来的事情，艾丽全都交给了馕坑和时间。等待羊肉出坑是一种煎熬，新食客担心着口味，老食客想象着的也是口味。这地方的好吃。看到这位朋友不争气地流下了口水，艾丽换上战袍，神情严肃。馕饼依次铺开，严阵以待。答案揭晓，馕坑一如既往的可靠，贡献了完美的出品。斧头最先品尝了羊肉的酥嫩，这是谁都不会介意的试吃。主动自助取餐的也有权先尝一口。太好吃了。有些食客打包回家，也会产生来自采购链前端的正常损耗。过于猴急的表现不属于堂食客人，他们可以拿捏一下品尝的优雅。